凌晨2點半，成座城市已經安靜咗落嚟，得返一班夜更車，慢慢咁揸喺空蕩嘅街上邊。司機阿強經開咗條路10幾年啦，佢最嬲嘅班就係凌晨2點到4點呢一段，因為幾乎唔會有人搭車。嗰日漫長，成趟車只係得佢一個人。上車經過一條偏僻嘅舊公路時，後門突然之間嗒咗一聲，有人想開車。阿強從後視鏡睇咗一睇，原來係一個女人，佢着住白色嘅一件連身裙，佢頭髮唔係好長，但係佢嘅面色好差。奇怪嘅係，車站明明已經過開好遠，佢係從邊度上車嘅呢？嗰個女人就慢慢咁行到車廂後邊一排，坐咗落嚟。成趟巴士再次安靜咗落嚟。10分鐘過後，架車已經到咗終點站。阿強於是回頭喝咗一句：小姐，終點站到啦！冇人回應啊。於是阿強就行去車廂後邊，座位上空無一人，人唔見咗。阿強於是呆一呆，成趟車只有一個出口，佢冇可能響阿強唔知道嘅情況下落車。就響阿強準備閂車門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有一個路清潔工上去車，佢睇一眼阿強就問：今日又有一個着白色衫嘅女人上咗車嗎？阿強一聽到，個背肩瞬間涼咗。你點知㗎？個路清潔工嘆一口氣，就慢慢講：10年前有一個女人響條路被車撞死。從嗰個以後，好多夜班司機都講，凌晨2點半總會有一個白色衫嘅女人上車，但冇人睇到佢落車。阿強成個人都僵住咗，因為就響佢同路清潔工講話嘅時候，佢睇咗後視鏡一睇，後邊嗰一排座位上嗰個白色衫嘅女人正響慢慢抬起頭，睇住佢哋兩個對話。你哋相信嗎？好多夜班司機都講，如果凌晨2點半有人響條舊公路招手，千祈唔好停車，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嗰個係到底係唔係人。